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启程，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到水。到了马拉，他们不能喝马拉的水，因为水是苦的，所以那地名为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考验他们。他说：你们若有心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眼中看为正的事，侧耳听我的诫命，遵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是医治你的耶和华。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讲道，请陈牧师讲道，题目是苦水变甜。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当你们回应我平安的时候，不知道你的心里面是不是真的有平安？我想此时每一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有些人真的觉得非常幸福，但是有些人可能正走在人生死荫的幽谷当中。但无论如何，当我们经历痛苦的时候，一定感觉生不如死，恨不得那段日子赶快的过去。可是今天我要让大家先看看，在圣经当中有许多人跟我们也有同样的经验。这些人都是在圣经里面苦到非常出名的人物，像约伯，在他的儿女还有所有的产业一夕之间完全不见之后呢，他还全身呢长了皮肤病，而且皮肤烂到他的朋友都认不出来他的时候，他很难过到咒诅自己的生命，说：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就气绝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卫，大卫是一个国王，可是后来他遇到他的儿子押沙龙篡位追杀他，他四处流亡。他怎么说呢？在诗篇第3篇第1节到第2节有说：上主啊，我的敌人何其增多，许多人起来攻击我，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到上帝的帮助。我们看到一国之君坐在宝座上的国王，竟然有4面受敌的一个窘境。而先知呢？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一定是比较顺利的人吧？但是在耶利米书，我们看见耶利米先知，他四处去传讲上帝的信息，但是遇到不断而来的一个压迫，所以他也痛苦到咒诅自己的生日。而在新约，我们相当熟悉的就是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说：父啊，如果可能，求你使这杯离开我。耶稣也跟他的学生表明他的心忧伤到快要死了。但今天的地名出现了一个地方，叫做马拉的地方，这让我想到一个人，就是旧约路得记里面的那个婆婆拿俄米。拿俄米的故事，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有听过，就是她和她的先生及2个孩子，因为呢，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伯利恒遇到饥荒，所以他们举家搬到摩押。而之后，她的先生过世了，但是她的2个孩子呢，也娶了摩押的女子当太太。所以呢，可以说这个妈妈呢，她也完成了她所有要做的事情。但是没想到，在她要安享晚年的时候，她的2个儿子也相继的过世。所以这叫3个寡妇怎么办呢？在当时候的社会，女性没有男人是无法生存的。所以这3个寡妇应该怎么过他们下半辈子的生活呢？拿俄米就叫了他2个媳妇过来，告诉他们说：你们趁着年轻找人赶快嫁，还可以找到依靠。第一个媳妇听话了，但是第2个媳妇路德，她不管怎么样，她就
补水喝，这是非常自然平常的事情。但是马拉补水这个事情，却显出了2件事。第一件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软弱，他们在几天前他们才过了红海，他们看见上帝的全能，他们还唱歌赞美上帝，但是这时候他们开始埋怨了。不过我们也不必笑他们，因为我们也常常如此。我们会因为上帝给我们的100个恩典满心感谢，但是随之而来一个失去，我们就埋怨就怀疑，忘记上帝刚刚给我们的100个恩典。所以所有的人类，不只是以色列人，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为那失去的一点点忧伤，而不是为了那100个恩典来感谢。可是很实际的，我们人生的旅程一定会遇到马拉这样的事件，甚至当你信了耶稣之后，马拉的经验会更加的多。有的呢是上帝要操练我们的信心，要让我们更完全、更强壮；但有的是魔鬼给我们的试探，看我们会不会因此而离开上帝，转身呢归入他的影下。所以当人生的马拉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怎么看待它，这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把它看成是从上帝而来的试炼，我们就依靠上帝，勇敢接受，然后试炼就会挑战我们原本的那个老我，会改变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强壮。但如果我们被它胜过了，我们看这个马拉是从魔鬼而来的试探呢，我们就会开始想埋怨上帝，甚至最后是离开上帝。因为魔鬼透过试探，常常在挑战我们说：你看，你有因为信了耶稣，你有因为跟随耶稣而变得更好吗？没有嘛！你看，你并没有比别人过得更好嘛。但如果我们落入这样的谎言，如果我们相信魔鬼的诡计，我们就会怎样？就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巴不得呢，再回到埃及地呢，去成为那些埃及人的奴隶。另外，这段经文也请我们注意的是，以色列人他们不是很过分的在求上帝给他们奶喝，给他们酒喝，他们找的是最普通的水。而照上帝看出他们的过去来看，上帝都给他们火柱、云柱，让他们能够通过红海的干地而行。求水喝不过分吧？但上帝却让他们找到的是苦到不能够喝下去的水。这好像我们的人生啊！许多时候我们求的不是升官发财，我们期待的就是那一点点幸福的人生。我们全家很平安、很顺利，我有一个可以糊口的工作，我每天可以过得不是很富裕，但是我不至于饿肚子。但是我们的人生常常不如我们所想象的。在马拉这些事情来临的时候，上帝也好像是把我们一点点的满足给拿走了。有可能是你的工作被夺走了，有可能是你的健康失去了，更可能的是我们最爱的亲人离开了。老实说，我对于苦难我没有任何的答案，我也无法说出说弟兄姐妹把吃苦当作吃补吧，上帝要祝福我们，我说不出这样的话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苦难就是最实际在吞吃我们个人的生命。所以很可能这样的问题，我们以后到上帝那边的时候，我们自己来问他，我们才能够得到答案。但是这样的问题，或许我们可以透过以色列人出埃及，或是整本圣经人类的悖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模式，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每一次遇到问题，他们就开始埋怨，他们埋怨摩西为什么带他们出埃及。而摩西呢，他就回到上帝的面前去呼求上帝，去祷告，然后上帝就解决了他们的问题，解决他们的困难。所以这个模式要让我们学习到什么呢？不是让我们学习到他们动不动就埋怨，而是透过这些经文让我们看见，上帝成为以色列人最好的依靠。同样的，上帝也要成为我们最大的依靠。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意外动乱的一个时代，我们的人生也遇到很多的苦难。可是上帝透过他的话一再提醒我们说，不要忘记我在你们身边。所以我们不是
这些苦难、这些试炼。我们只要归向上帝，转向上帝，上帝就要帮助我们。我们怎么知道上帝就要帮助我们呢？我们看耶稣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耶稣在出来服侍之前呢，他曾经在旷野40天被魔鬼试探。40天里面没有吃东西，肚子饿了，所以魔鬼最先挑战的就是耶稣他最基本的一个生理的需求。他挑战耶稣说：“如果呢你是上帝的儿子，你一定可以叫这些石头变成饼。”耶稣当然可以，可是耶稣不落入魔鬼的陷阱。耶稣用上帝的话来迎接魔鬼的挑战。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看见耶稣很明白的让魔鬼知道，肚子饿这件事情不会成为他臣服于魔鬼的一个要项，因为他倚靠神。所以接着而来2个试探，魔鬼都还是试探耶稣，可是呢，耶稣同样的都倚靠上帝的话来胜过魔鬼的试探。而耶稣就是我们最好的学习，是在告诉我们这些跟从耶稣的人，如果我们学习耶稣，我们同样的也能够依靠上帝，胜过魔鬼所有的试探。所以到底是试炼或是试探，这就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要依靠上帝，还是我们顺从魔鬼的轨迹。第二个，这项经文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如果要让马拉的苦水改变，就必须要用祷告把这件事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埋怨的时候，摩西他怎么做呢？他呼求上帝，上帝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请注意，这棵树不是一时之间马上成长的，它早就在那里了。但是如果不是上帝指示摩西那棵树，摩西根本不知道那棵树可以成为他们的帮助。所以在此让我们知道，上帝在我们每个人困难发生之前，他其实已经早有预备，只是我们的眼睛被愁苦忧烦遮盖到看不见出路。摩西丢在水里这棵树，有圣经是翻成是一块木头，但无论是哪一种翻译，都可以看见上帝处理水质的方法是非常的特别。但有些人，你可能会在网站上看到有些比较科学根据的人，他会说呢，这不是上帝做的，而是摩西做的。因为摩西曾经在旷野呢，他被操练了40年，所以他知道旷野植物的生态。他知道呢，旷野呢有一种树呢，只要丢到水里面呢，那个树呢就会吸收水里面的杂质，然后水就变干净了。确实，或许摩西呢，他真的是依靠他过去旷野的经验而做了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无法肯定的是，摩西到底丢下去的是不是这样的树？而且这件事情很特别的是，摩西不是一个人喝而已哦，他是要让200万的人喝这个水，要让200万的人喝够水，不是一棵树就能够做得到的，想必是几百棵的树才能够做到让200万的人喝足了水。但是上帝他指示摩西那一块树，摩西丢了，事就这么成的。所以有些事情表面我们觉得它是应该用科学来解释的事情，但是其中有一部分还是科学没有办法解释的。但是这段经文请我们呢，焦点在摩西的祷告。摩西如果没有祷告，没有呼求上帝，他永远不知道上帝要怎么帮助他，并且他们也永远不知道上帝的帮助早在他的事情发生之前就已经预备好了。大家应该都听过这个人叫李文斯顿，我们都知道他用尽一生到非洲去传福音，结果他死在非洲。但今天我要讲的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他年轻刚去到非洲的时候的一件事。有一天晚上半夜的时候，他故乡的牧师突然醒过来了。他觉得呢，李文斯顿这时候需要祷告。他呢没有躺下去睡，他马上起床为远在非洲的李文斯顿祷告，祷告好几个钟头。当然当时没有 LINE 没有 email，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世界的另外一端发生了什么事。但就在牧师
李维斯顿跟他的原住民同工一起去打猎，但是他不知道在树林里躲了一只狮子。狮子呢，他就跳出来咬住李维斯顿的肩膀。正要他的肩膀快被撕裂的时候，他原住民的同工呢，拿着枪往天空开了一枪，这砰的一声，狮子吓死了，然后转了松开了。李维斯顿趁机滚到旁边的一个水沟里。就在狮子跑走之后呢，李维斯顿被他的同工扶着进了屋子去休养。你们知道他疗养多久吗？6个礼拜的时间，可见他伤势非常的严重。一直过了6个礼拜，他才恢复健康。而这件事情在很久之后传回去李维斯顿的故乡，在当时候为他祷告的牧师才知道，为什么圣灵催逼他在当时候为他祷告。为什么？因为远在非洲的李维斯顿有极大的需要，他需要人为他祷告。所以弟兄姐妹，祷告是大有能力的，因为上帝会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来跟我们说话。但是我们爱不爱祷告呢？有时候我们祷告是随便应付一下。但一个布道家穆迪，他呢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做梦，在他的梦中呢，他看见一个教会，然后在教会的屋顶上有一只魔鬼躺在那里，翘着2郎腿在那边睡觉。他梦中又去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是一个房子，然后那房子上面一大堆鬼跑来跑去。他觉得很奇怪，他就问他梦中出现那个人说：“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个人回答说：“哦，那个教会里面的会友呢，他们都在睡觉，所以不需要太多魔鬼对付他们，只要一只小鬼就好了。而且那个小鬼还没事做哎。但是那间屋子里面呢，有2个人，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所以呢，必须聚集差派更多的魔鬼，看能不能阻止他们继续的祷告。”哦，这个故事不是叫我们不要祷告，因为祷告会招来魔鬼，不是哦。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祷告大有能力，因为连魔鬼也怕祷告，会想尽办法来阻止我们祷告。但是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也会有我们祷告，可是神好像没有听见那样的经验，那怎么办呢？还是不断的祷告。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例如说，今天有一个人把一间豪宅的钥匙交给你，他告诉你说，你只要打开这个钥匙呢，这间豪宅就是你的。但是他给你的钥匙是一大串好几百只的钥匙，他没有告诉你到底是哪一只钥匙。这样你会怎么做呢？你当然是一只一只试着去打开它吧。你怎么辛苦，你也要打开，你要找到那是正确的钥匙。祷告也是如此。有时候我们祷告的只是我们个人想要的，不是上帝要带我们怎么走。但是我们不放弃不断的祷告，因为有一天上帝会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所以今天的经文我们看见上帝要摩西用一棵树呢丢在水里面，苦水变为甘甜。水苦不苦，环境苦不苦，在上帝都没有难成的事。上帝可以用他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苦。但是一个真正的神，他不是要解决我们一个一个跑出来的问题。一个真正的神，他要做的是更完全的事。我们来看25到26节。当上帝让这些以色列人喝足了水之后，经文怎么说？不是说他们喝够了水就启程继续往下一站走哦，不是哦。这边说上帝在那边呢为他们定了律例法度，还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留心听上帝的话，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侧耳听我的诫命，遵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加在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的身上，因为我是医治你的上主。好奇怪哦，明明他们是没水喝，又不是生病，为什么上帝会说我不把加在埃及人身上的病加在你们身上？弟兄姐妹都非常注重身体的健康吧？好，我们呢会靠运动，会靠饮食，会靠各样的调理的方法，让我们保持身体的健康。甚至有时候我们注重身体的健康，是更胜于心灵的健康。可上帝看的不是如此。所以在他的选民再一次经历他奇妙的作为之后，上帝趁机了做了
及人的病，埃及人生病是因为呢，他们的心硬，他们心硬到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上帝给他们的建议，硬到呢发生了10个灾难，硬到最后法老的军队在红海呢全军覆没。所以上帝说不，我的百姓不能如此，以色列人你们要恢复与我正确的关系，就是我们立约的关系。当你们愿意与我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上帝就要改变他们，重建他们的心。所以在这边的医治，我们可以看为改变。而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改变的关键在于什么？不是靠自己哦，我们靠自己完全是无法改变的，而是靠着遵行上帝的诫命。对以色列人来说，诫命就是神借着摩西颁布给他们的那些几百条的律法，但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诫命就是耶稣所说的新的诫命。我们一起来念这新的诫命，来，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最大的，且是第1条诫命。第2条也如此，就是要爱邻如己。这2条诫命是一切律法和先知书的总纲。这段经文记载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面都有耶稣所说的新的诫命。你说哇，好险我是基督徒，我不用守那以色列人那几百条的律法，我只要守这2条诫命。这2条诫命看来简单，但真的很简单吗？它并没有像以色列人所遵循的律法说明确说你可以做什么事，你不可以做什么事。但是呢，这2条律法呢，在教导我们什么？我们在做什么事、说什么话、想什么想法之前，都要先想到我这些是不是能够表现出爱上帝、敬畏上帝、尊主为大，并且爱人，对别人有利益。这真的是一个挑战哎。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对，我有在遵行耶稣的教导，我有在实践耶稣的教导。但有时候不小心，那小小的错误就跑出来了。举一个例子，譬如我们的讲话，有时候我们讲出去的话，恨不得呢，我们自己都恨不得，是不是能够马上收回来？因为实在是太不荣耀上帝、利益别人的话了，就更别说是听到话的那个人。但是如果呢，我们遵守上帝的我们遵守耶稣的教导，想想看这2条诫命。我在说这句话之前，我想想这句话是不是荣耀上帝？我说这句话是不是能够利益对方？是不是能够造就对方？还是在伤害他？再次强调，信仰不是礼拜天的事情，信仰是我们生活每一个层面的事情。虽然很多人会以我的个性就是如此，我的个性就这样子啊，我的习惯就是如此，我活了几十年，我都是这么说话啊，来成为一个借口。但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上帝期待的是我们内在的罪也能够得到医治。它不只是解决我们表面的问题，它连我们内在的罪也要医治。而这个医治、这个改变，不但能够让我们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这个改变、这个医治，也能够让我们跟人之间有一个正确、和谐、一个改善的一个关系。再回去看拿俄米的故事，拿俄米跟路德这2个寡妇，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他们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就是路德找到了波阿斯，并且他们结婚，生了一个孩子厄贝德。这个厄贝德就是大卫的祖父。而这个结局呢，不只是解决了拿俄米的问题，拿俄米的问题是什么？她的晚年失去依靠，她没有儿子，失去了丈夫。这个结局，上帝不只是解决她表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上帝改变她内心的苦楚。我们怎么看得出来呢？当她抱着波阿斯、路德生的孩子厄贝的时候，她的邻居怎么说话？他的邻居说：“上主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没有使你断绝可以赎产业的至亲。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振奋你的精神，供养你的晚年，因为他是爱慕你的媳妇所生的。有这样的媳妇，比有7个儿子更好。”在邻居的口中，他们看见的过去拿俄米，他觉得他自己是被神弃绝的，但是呢，他的邻居看见他今天是怎样。哇，你不用感觉绝望了，因为有人奉养你的晚年。
拿俄米的心，让他的心呢再一次的变回，就像他的名字拿俄米一样的改变。而今天出埃及这段经文，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经过马拉事件之后，他们继续往前行，他们走到以琳。很多基督徒的女孩子会喜欢被取名为以琳，因为以琳的意思就是甜的意思。我们看见上帝把他们带领呢，从苦又走到甜。在以琳呢，有12股泉水，70棵的棕树。在一个旷野的地方、沙漠的地方，竟然会有水源，会有草木，这真的是很令人讶异。而且作者为什么还这么仔细写下12跟70？其实这些呢，是对以色列人有重要的一个意思。12表示12支派，以色列人有12支派。70呢是7的倍数，7代表完全，所以70代表什么？上帝更多的祝福。我们看见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马拉苦水的这一幕，让以色列人认识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们喝下去那口水解决了他们口渴的问题，也不是摩西多厉害，也不是那颗丢下去的木头，而是上帝成为他们真正的供应，真正的医治者。而是对于我们这些活在耶稣基督恩典里的人来说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信仰呢，不是一个消遣排解时间的一个东西而已哦。信仰是要改变我们的苦境，这个苦境不只是我们表面的问题得到解决，信仰是要医治我们的内心。你说我的内心有什么好需要医治的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按静下来想我们自己内在的问题，我们会知道，其实我们内在有太多需要被解决的问题，可能是嫉妒，可能是怨恨，这些东西我们埋在内心深处好久。虽然我们信了耶稣，可是这些东西我们没有拿出来请耶稣处理它，所以我们内在仍然是苦的，以至于我们活不出一个喜乐的一个生命。所以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神才是真正的医治者。所以我们必须要让耶稣来改变我们的苦境，拯救我们，因为耶稣